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帶大家嚟到呢個新鴻基嘅新盤啦，千寓。咁佢就有566伙嘅，涵蓋1至3房。咁點解今日帶大家嚟呢度呢？除咗係佢周邊嘅商鋪都好旺之外啦，嚟緊仲有北環線直通去到皇崗口岸嘅。另外佢呢度嘅生活配套都好齊全啦，除咗有 marketplace 之外啦，前面亦都有 7-Eleven 啊，咁對面咧亦都有好多餐廳可以提供一啲嘅飲食啦，而附近呢度嘅交通咧都係好方便噶，呢度無論係去錦上路西鐵站或者去元朗西鐵站咧，都係只需要5分鐘嘅路程，而對面嘅巴士站咧亦都可以去到機場噶，咁而未來啦亦都有科學城啦同埋大學城，咁相對嚟講都係一個投資價值好高嘅一個地方。而家就帶大家去兜個圈，睇睇呢度嘅生活日常。呢度嘅配套非常之完善，由地道嘅茶餐廳、蒸汽火鍋，到日常嘅自提點同寵物店都應有盡有，完美包辦你同無瑕嘅精緻日常。而家我身處嘅就係千寓隔離議聯嘅小巴站，呢度有2條小巴線，去邊都咁方便。而家就同大家行一次，實測由千寓行去巴士站到底要幾多分鐘？樓下嘅下高埔村巴士站，呢個站凝聚咗10條巴士線，當中54、64K、77K 遍佈元朗、大埔同上水。呢度亦有 A36、E36同埋深宵線 NA36，齊全嘅機場巴士網絡，直達機場同港珠澳大橋。實測由千寓正門步行到下高埔巴士站，大概只需要1分55秒，2分鐘唔到嘅步程，完美體驗咗低密度住宅同市區通勤之間嘅黃金平衡。